唔同嘅性傾向係人類嘅自然差異。性傾向係指一個人對男性、女性或者兩性產生持久嘅情感、愛情或者性吸引。普遍被分為3個類別：異性戀、同性戀以及雙性戀。有啲人亦會用唔同嘅標籤，或者根本唔需要用任何標籤。研究已經證實，性傾向並無絕對嘅分類，我哋可以將佢睇成一種漸變模式。喺呢個漸變模式中有好多可能性，兩個極端嘅中間係各種程度各異嘅狀態，並冇明顯或絕對嘅分類。我嘅位置喺呢度，我認為自己係同性戀。我嘅位置喺呢度，我認為自己係異性戀。我嘅位置喺呢度，我認為自己係雙性戀。你又喺呢個漸變模式嘅咩位置呢？其實無論喺邊個位置，我哋都係平等嘅。性傾向只係一個人其中一項特徵，同其他特徵好似頭髮顏色、中唔中意食辣嘢、好動抑或好靜一樣。人同人之間既有相似嘅特徵，亦有唔同嘅地方。最重要嘅係睇一個人嘅整體，而唔係佢單一嘅特徵或者標籤。